家收睇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啊！咁啊，同大家睇龍舟咧就有鐘仔啦，咁又有大王嗰多尊，又有 Heidi 朱慧婷。喂，平時龍舟咧我哋兵分二路啊，冇錯，咁啊難得啊聚首一堂啊！咁啊講翻今次嘅賽事咧，咁當然係吸引咗咧係世界各地嘅龍舟健兒咧係雲集喺香港啦。嗱，今日咧就進行呢個國際龍舟邀請賽啦，4號到8號咧進行另一個賽事咯。呢項賽事咧就係第8屆國際龍舟聯合會世界俱樂部錦標賽㗎。喺現場咧就有好多朋友咧同佢傾緊偈，我交俾思雅咧同大家去介紹下。我睇埋廣告翻嚟自覺。叫得做國際龍舟邀請賽，當然就係雲集世界各地嘅精英啦。我哋香港嘅代表當然就唔少得啦，就係有佢麥兜啦。佢嚟咗海港城附近呢一度爬龍舟啊，個個人都爭住同佢影相㗎，我都唔例外。知你好，我知道頭先咧你已經比賽過啦喎，鬥成點啊？我哋混合咧頭先咧就爬第4啦。咁今次係你哋第幾次參加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啊？我哋挑戰龍就參加咗好多年㗎啦，不過我自己就參加咗第4、第5年。咁你覺得參加呢個比賽好唔好玩啊？好玩㗎，呢個係特別即係喺香港嚟講係比較有氣氛嘅賽事啦。咁為咗今次嘅比賽，你哋備戰咗幾耐啊？我哋一年到晚都會練習㗎。OK，咁同埋你哋喺備戰嘅時候有冇一啲得意嘢啊、新鮮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？我哋教練就成日都話嚟唔嚟到練習都一定要嚟咯。OK，咁其實最後咧想問啦，咁多樣運動你哋唔玩，點解揀玩爬龍舟咧？因為龍舟即係大家好齊心咧，咁就係特別開心嘅。好，咁希望你陣間嘅比賽咧可以爬好啲，加